各位同學，又係奪星殺手鐧嘅時間啦。今次會教一教大家同學點樣喺一個遺傳嘅譜系裏邊去否定一個姓連嘅關係嘅。好啦，好似第4題呢條例題咁樣啊，佢就問你啦，呢度有4個譜系，呢4個譜系裏邊邊一個係並非姓連關係嘅？咁呢度所指嘅姓連關係就係 X 姓連。好啦，咁4個裏邊，你可唔可以一眼睇到邊一個係並非 X 姓連嘅關係嘅呢？好啦，個答案呢就係 B。點解可以一眼睇到個答案就係 B 嘅呢？咁當然啦，當中有一啲口訣，大家需要背下嘅。好啦，個口訣好簡單嘅啫，2句。好啦，如果你要喺個譜系裏邊去否定一個 X 姓連嘅關係嘅時候，需要有2個條件符合嘅。首先要有父母須同形，即係話爸爸媽媽嘅形態要一樣。如果阿爸係有病嘅，阿媽都要有病；阿爸正常嘅，阿媽都係要正常。但係咧，佢哋要具與父母不同形嘅女兒，但係佢哋一定要有一個女同阿爸阿媽嘅形態係不同嘅。咁即係咩意思咧？咁樣好啦，咁我哋睇翻正話一條題目嗱。喺4個譜系裏邊，你發唔發覺父母同形只有 B 同埋 C 啊？嗱，但係要有個不同形嘅女兒，就只有 B、C 符合啦。因為阿 C 個女兒咧係同爸爸媽媽都係屬於正常嘅。好啦，咁我點樣從呢2個口訣裏邊就可以知道以下呢一個譜系係並非 X 姓連嘅遺傳呢？好啦，大家同學都知道㗎啦。如果係屬於姓連關係嘅話，個基因就會喺個 X 染色體上高嘅。咁女性咧有2個 X， 而男性只有1個 X 嘅啫。咁即係話，如果阿爸阿媽都係正常嘅話，阿媽最少會有一個正常嘅 X 染色體嘅，而阿爸咧得1個 X 染色體就係要正常嘅，因為另外一條染色體係 Y。咁點解我哋要揾個女嚟到去證明呢個係非姓連嘅關係呢？咁因為如果有個女有病同阿爸阿媽形態不同嘅時候，咁阿爸只會俾一個正常嘅 X 染色體個女，咁即係話個女其中有一個 X 染色體遺傳至阿爸嘅，就會係一個正常嘅 X。但係阿女同時表現有病，咁代表咩意思呢？即係話阿女佢屬於雜合型啦，既有一個病嘅 X 染色體，亦有一個正常 X 嘅染色體。咁雜合情況下能表現為顯性，咁從阿女我哋就會推斷病係屬於顯性。但係唔好忘記，阿女嘅病嘅 X 染色體既然正常係來自阿爸，病呢個性染色體就即係來自阿媽噶咯。咁如果病呢個染色體來自阿媽，咁阿媽係咪應該都係雜合型，既有一個正常又有一個病嘅性染色體呢？好啦，但係阿媽表現正常，咁喺阿媽嘅身體上高正常先至會係顯性喎。咁如果喺阿媽身上高病係屬於隱性，而喺阿女身上高病係屬於顯性，咁我哋咪見到有個衝突喺度咯。咁呢個衝突咧就證明咗呢一個假設係唔正確嘅。所以咧，我哋可以從呢2句口訣裏邊咧，就可以揾得到阿媽同阿女2個都係雜合型嚟嘅。咁如果2個都係雜合型，但佢哋唔係表現相同，咁即係話呢個假設咧係唔可以成立噶啦。當呢個假設係唔可以成立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呢2句口訣嚟到否定 B 呢個答案係並非 X 姓連嘅啦。好啦，咁希望大家同學可以好好咁利用呢個口訣啦。